好啦，咁啊坐咗4個鐘頭嘅飛機啦，踏入呢個天津啊！喂 ，Hello， 大家好。今日咧，其實嚟到邊度咧？就係呢一個天津嘅海鷗手錶廠。咁佢前身咧就叫做天津手錶廠嘅。咁而今日咧，好幸運地咧就見到星期日啦，咁就有好多呢一個海鷗廠裏邊嘅員工咧，就舉辦咗一個叫做員工運動日啊。所以咧，佢哋星期日咧都翻到嚟呢一邊咧，大家好開心咁玩啲遊戲啊，或者係做啲運動啊、比賽啊，咁好似一家人咁嘅。嗱，咁而家咧就嚟到呢個海鷗嘅博物館啦。嗱，咁我後邊呢一度咧就係呢個日晷啦。咁即係以前古時嘅人咧睇時間咧就係用呢一個叫做日晷噶啦。咁呢度咧都有講緊嘅一啲古時嘅日晷，咁佢啲歷史啊，或者係呢一個劉克嘅計時啊，咁即係用啲水或者用啲沙嘅嗰個計時方式啦。咁呢啲咧都係啲古人嘅智慧。咁啊，包括咗咧有呢一啲古董啦。咁呢個就係骨架鐘。咁啊，另外呢一個咧就係滾珠鐘。咁啊，大家都可能會好認識嘅就係呢啲座台鐘，叫做蘇鐘。咁海鷗嘅第一隻手錶咧，就係呢一個國產嘅5星手錶牌。咁我哋轉頭咧都會見到嘅。而呢一個天津手錶廠咧，呢一個牌面咧，其實就係當其時喺成立廠嘅時候咧，呢一個牌面咧就放喺嗰個門口嘅位置嘅。咁佢而家咧已經成為一個歷史，所以咧就擺咗喺呢一邊咧，就俾人哋參觀。咁我哋再繼續睇。咁裏邊啦，呢度都係有一個好清楚咁列明咗中國第一隻手錶，咁就係頭先所講嘅呢一個5星錶啦。咁而呢隻手錶咧，就係1955年嘅3月24號咧，就中國第一隻國產嘅手錶誕生。咁天津市輕工業部咧就成功咁成立咗呢一個手錶嘅試製組，咁稱之為呢一個天津手錶廠嘅前身。咁而經過咗8日嘅呢個日夜轉年咧，1955年嘅3月24號，中國嘅第一隻手錶5星錶就喺天津誕生，咁結束咗中國只能收錶不能做錶嘅呢一個歷史。咁平時咧喺外國好多人認識嘅就係一個叫做呢個1963啦。嗱，咁我後邊呢一個咧，其實點解又會叫做304咧？咁其實呢一個係當其時中國嘅天津手錶廠咧第一隻研發嘅空軍錶嚟嘅。咁而佢呢一個咧亦都係叫做秘密任務。代號咧就係304。1961年嘅9月至1965年，共試裝3批呢一個樣板。咁而喺1965年嘅10月，304測試意見出台，咁而順利通過咗呢一個走時精準啦、測試高低溫震動同埋呢一個防磁。喺1965年12月通過咗專家嘅鑑定，咁而定型批量生產。咁而機芯咧就設為 ST3啦。咁啊，1966年5月咧就肯定投產方案，咁同年嘅10月份底咧就正式組裝成品1400隻，咁就成功咁發往去中國嘅空軍一線。呢一隻咧就係原版當其時嘅一個空軍手錶。而5·1牌手錶咧，就係最早於1957年5·1節前夕嘅一個試銷品。咁而喺1958年嘅10月份咧，就係5·1牌手錶已經形成咗呢個產量化嘅規模。咁而喺天津手錶廠第一代嘅產品化生產嘅機械手錶產品，咁亦都成為咗中國手錶工業嘅一個發展肯定嘅基礎。咁喺1966年嘅9月咧，就由呢一個天津手錶廠工程嘅技術人員咧，自行去設計新型嘅機械手錶，研製成功。咁係5·1錶嘅升級產品，咁名為呢一個東風牌。咁亦都係中國第一隻自行研發、自行設計製造嘅手錶。咁東風錶嘅呢個問世咧，就帶動咗國內手錶業嘅快速發展。
咁而呢一個呢，就喺20世紀70年代初，東風錶打入咗國際市場，但係名為呢一個海燕。由於呢一個含義喺西方國家文化裏邊呢，就不受認同，因此海燕呢一個品牌就未能夠喺國際市場就打響。但係喺1973年，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批准下呢，喺東風錶以呢一個海鷗商標進入咗國際市場，成為咗中國第一隻出口嘅手錶。咁喺香港地區進行咗市場運作之後，海鷗錶具有呢一個中國自主知識產權嘅產品，咁而從此就將海鷗手錶打出咗去外國嘅市場啦。咁講完一啲手錶之後啦，咁我哋咧再睇下一啲叫做員工嘅一個洗澡票啦，同埋啲食堂嘅飯票。咁呢啲呢，就係一張張好似啲車飛咁樣嘅，咁呢啲就係一啲叫做洗澡票啦，同埋一啲食堂嘅飯票啦。呢啲就係當其時啲員工佢哋本身嘅一啲福利。咁而家喺我身後嘅呢一個呢，喺20世紀80年代初嘅呢一個技術人員呢，使用過嘅一個簡易嘅計算機啊。而呢一啲工具呢，就係技術人員用過嘅一啲製圖工具。哇！我仲發現咗乜嘢呢？一個10:1嘅雙陀飛輪啊！大家睇唔睇到啊？佢呢個挑花啦，而佢呢兩個轉呢，就係呢一個雙陀飛輪啦。咁而佢成個錶盤呢一個錶面嘅挑花呢，都做得好靚。嗱，咁而喺我身後呢一啲呢，就所謂以前喺中國啱啱成立嘅初期呢，就所謂嘅3轉1響，咁係包括咗啲乜嘢呢？我哋嚟睇下先，就係呢一個叫做飛鴿嘅單車啦，同埋天津嘅一個牡丹嘅衣車。而3轉其中一樣嘢呢，就係呢一個手錶啦。嗱，咁而1響呢，就係收音機或者係呢一個電視機嘅。咁喺當其時，如果擁有呢幾樣嘢嘅話呢，咁就等於佢哋係一個非常之富裕嘅人家。咁如果喺結婚嘅時候呢，送大禮過大禮呢，就係要用呢一啲噶啦。咁今次呢，我哋就可以親手咁攞上手睇下呢個球形嘅陀飛輪、雙陀飛輪同埋呢個三紋針嘅錶。好，咁我哋而家呢，就嚟睇下呢一隻款先。咁佢嘅錶殼呢，都係用咗呢一個18K 金嘅錶殼做。咁我哋最想留意嘅呢，就係佢呢一個球狀嘅360度轉嘅呢一個陀飛輪啦。咁我哋再睇下佢旁邊，都可以睇得到佢呢一個裏邊嘅陀飛輪設計啦。咁然之後呢，再反翻轉去後邊先。而佢嘅裏邊嗰個打磨呢，都非常之精細㗎。咁同埋好清晰咁睇到呢一個陀飛輪。咁而呢個嘅設計同頭先嗰個嘅設計呢，就有啲唔同。咁佢就多咗呢一個金邊嘅位置。咁睇落去呢，呢個就好似再 grand 啲，同埋佢嘅嗰個錶盤嘅挑花呢，同頭先嗰個呢都有啲唔同嘅。咁而呢一個呢，就係用咗機扭紋嘅嗰個設計。咁再睇下佢哋係有呢一個動力儲存啦。咁我哋再上面睇下。嗱，咁然之後呢，我哋就慢慢再留意下呢一個360度嘅陀飛輪。佢側邊呢個位置呢，都係可以好清晰咁呢睇到呢一個陀飛輪嘅旋轉。咁再睇翻佢後邊啦，哇，好靚啊！嗱，咁以呢兩隻嘅價錢呢，
都係差唔多30萬以上嘅。好，咁然之後呢，我哋就嚟睇下呢一條龍嘅18K 金雙陀飛輪有啲乜嘢特別啦。嗱，咁龍就真係代表住中國嘅一個叫做神話啦，咁同埋佢都係象徵住呢個權力啦。咁而佢嘅配搭方面呢，我哋見到佢為咗要突出翻呢條龍呢，佢個底色呢就做咗一個黑色嘅底面啦。咁之後我哋再睇下佢呢一個陀飛輪，咁佢喺6點位置呢，就係呢個中字陀飛輪、中心陀飛輪啦。咁而喺9點位置呢，就係偏心陀飛輪。咁後邊嘅呢一個都係一個好靚嘅打磨。咁我哋再試下睇上演，而俾佢睇下呢一個陀飛輪嘅走動。好啦，咁之後咧就到呢一個三文嘅手錶啦。而呢一個三文錶咧就係報時錶，咁佢就係可以報小時啦，同埋呢一個幾多分鐘嘅。嗱，咁佢而家係啱啱上完鏈啦，咁我哋都見到佢呢一個擺輪咧喺度擺動緊嘅。咁之後咧，我哋就嚟聽下佢呢一個三文嘅嗰個聲音究竟係點樣嘅。咁首先咧，我哋就要呢一度咧就要推上去。咁佢咔一聲之後咧，你就會聽到佢嗰個三文嘅叫做敲擊時候嘅嗰個聲音㗎啦。嗱，咁今次咧都好感激海鷗嘅博物館裏邊啦，俾我哋可以去參觀到，甚至乎係可以攞上手去介紹翻俾大家呢一個陀飛輪咁珍貴嘅一啲展品、一啲產品啦。而呢一款呢，就係海鷗70週年嘅一款特別限量版。咁而呢個呢，就係雙追針嘅計時碼錶。咁點為之雙追針計時碼錶呢？咁我哋而家嚟睇睇先。咁當我哋撳呢一個2點位置嘅時候呢，佢呢一個計時嘅秒針咧就會行噶啦。咁啊，當我哋點為之雙追針咧，就係我哋撳翻10點位置。嗱，咁我哋見到10點位置之後咧，2點嘅呢一個藍色嘅秒針咧就會停止咗喺呢度，咁就方便翻記錄嘅時間。咁而另外一個計時嘅秒針咧會繼續咁行嘅。咁當我哋計時完之後，或者我哋記錄咗啲資料之後，咁我哋再撳翻10點嘅位置。咁佢呢一個秒針咧，就即時會同步翻頭先所追嘅嗰個秒針噶啦。咁呢個咧就係雙追針嘅功能。咁當我哋要停嘅時候咧，就撳翻2點位置，咁再撳翻4點呢個位咧，就會歸零噶啦。就係咁樣。咁我哋而家再睇下呢一隻手錶嘅背部先。咁我哋再睇翻佢個機身啦。咁佢裏邊嘅打磨咧，同埋呢個結構咧都做得好靚、好清晰啊！咁仲要一樣嘢咧，就係佢係 titanium 嘅，所以戴上手嘅時候咧，非常之輕身。咁同埋呢個白底咧，睇落去係好清晰㗎。咁我哋咧下一次咧，再同大家介紹下其他款式。好啦，咁我哋啱啱就參觀完一個天津手錶廠嘅海鷗博物館啦，咁同埋都見識咗好多唔同嘅手錶啦，或者係啲歷史嘅。咁啊，大家希望都中意呢一條片啦。咁啊，記得 subscribe、comment、like、share。好，又係時候同大家講再見，拜。